出来看罢免的新闻，台中市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定伟的罢免团体叫卡罗行动达成率，应该是创下全国上悬的纪录。验军呢，昨呢送出46276份，这个连署数了后呢，讲台中市的选委会审查后拍掉92件无符合的连署书，罢团质疑讲安尼无合理。台中市选委会回应讲，因为有连署书在服因有公差问题，有时间假啊伤快，才会甲拍掉。最后双方重新确认后，总共有39份的连署书无算。因为罗大伟他早上就是知道说他的连署比例居然高于花莲网的傅昆萁，所以他觉得面子挂不住，所以才派他的打手来监督这一切的行为。因为没有理由说2个里突然大量的出现说格式不符合的状况，用丈量的方式量，然后说这张不符合，这张不符合，所以我们就觉得完全不合理。台中市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定伟的行动，第昨送出46276份的连署书，验过当天暗时有92份的连署书互拍掉。罢免团体提出抗议，这个台中市选委会副总干事陈培桥，过去北区选过罗定伟参选立委，认为是不是有行政不公的状况？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尺量，是有宽度上面的一个差异。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就已经都跟领衔人跟他核对过，也经过他的同意。那后来他们又觉得说数量稍微多一点了，他们又不愿意了。陈培桥回应讲，是因为规矩无符合规定，才会将连署书拍掉，也无用笑来牛。敢若态度一看都无符合规定的连署书，安若符合中选会规定的连署书，拢总是落难七抓。方态度的连署书，为是连署民众的内容写不够，资料欠缺。或者是复印了后无符合公差，譬如讲咱款受大抓。选委会去刁难联署书的尺寸公差，根本毫无法律依据，是违法自缢。现在在忙关税，还有汇差的问题，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在罢免团体争取下，老尾确定互拍掉的连署书是39件，连署的达成率是169%。罗定伟是罢免案中达成率上悬的立委，验过连署书所在规定中，因为规格问题引发到抨击。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